国立台南高工去年编入成功大学新校名变甲有够长，叫做国立成功大学附属台南工业高级中等学校，总共有18字。掩故民众发现讲，台南有一间幼稚园，校名总共有31字，这比地址更加歹记。这间幼稚园敢无啥物奇怪的咧？机关场地仓库，原来就是伊的校名。国家科学及技术委员会南部科学园区管理局联院员工子女非营利幼儿园委托财团法人彭婉如文教基金会办理。袂歹哟，念了会出，就是因为这个校名有够长，有多长念互你听。国家科学甲技术委员会南部科学园区管理局人员员工价值非营利幼稚园，拢总31个字，一口气要念煞，真正不简单。基本上的话，如果是对公部门，我们还是要全写；那如果对外的话，比较简短，我们会写联院员工子女非营利幼儿园。后面乐乐等的，阁有一间，就是过去的国立台南高工。第112年编入成功大学了后，结果新的校名变做国立成功大学附属台南工业高级中等学校，18字总念煞嘛是真正难。今日阁有更较长的，有就是这间专业的器械，学生啊当咧进行国学测试甲研究。这是香港科技大学权安系介绍，这个科系研究所名是乐乐堂，有30个位置。香港科技大学环境与安全卫生工程系含环境工程研究所、甲职业安全与防治研究所，念煞险要袂无开，是讲这乐乐堂的校名甲系所名，那真歹念嘛足歹记。Hello， 我是蒋欣梅。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